人生馬拉松。當一個人為到自己嘅生命而驕傲咧，佢必定建立一種正面嘅人生同埋價值觀。所以咧，我就揀咗馬拉松呢個咁好咁健康嘅運動咧，喺殘疾朋友度推廣。譬如我隻右眼咧就係做咗功課啦，就突然間要熄咗燈咁啊，左眼咧又因為有意外啦，手術唔成功，又突然間13歲嘅時候咧就失明大喎。雖然我哋失明，但係只要我哋係透過努力同埋肯去作好嘅準備咧，就會成功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謝曉琳，我係廖俊滔，我係傅啟智，我係司徒點佳。係咧，你哋最中意咩運動㗎？我最中意踢波。我最中意游水，我最中意踩單車。咁你哋有冇諗過要參加馬拉松啊？馬拉松？哇，好長㗎喎，要跑好耐噃。係啊，馬拉松全長42.195公里，所以我哋之前訪問嘅 Ken 哥哥同埋佢嘅領跑員玉榮哥哥真係好犀利㗎。Ken 哥哥係一位業餘嘅馬拉松跑手，佢係一位視障嘅人士。而佢嘅領跑員玉榮哥哥就係一位聽障嘅人士，但係佢哋冇因為呢一個嘅障礙而卻步。馬拉松對 Ken 哥哥嚟講，唔單止係一種運動，而且仲有更深一層嘅意義。我揀擇咗馬拉松咧去幫啲殘疾朋友，就係因為我相信呢樣嘢，如果能夠馬拉松克服到，佢咪建立嗰種堅毅、奮發同埋一個做人有一種恆心、持久嘅承擔，同埋咧呢樣嘢困難，但係唔等於做唔到喎。如果你能夠有好嘅準備、足夠嘅裝備自己咧，係會成功嘅。冇錯啦，成功係冇捷徑㗎。正如 Ken 哥哥所講，我哋一定要有足夠嘅準備，加上堅毅嘅意志，先至可以克服到唔同嘅困難。Ken 哥哥嘅意志克服咗佢視覺上面嘅障礙，完成咗一次又一次嘅馬拉松比賽。咁唔知佢咁多次嘅馬拉松比賽中，邊一次係令佢最印象深刻嘅呢？7月3號，我7月4號係生嘅。7月3號喺澳洲跑咗人生嘅第一次全馬拉松，呢就係我最難忘。係我第一次同一個聾人嘅配合，就係阿玉榮啦，佢係聽唔到嘅。我哋用6個鐘頭12分鐘跑個終點，我當時係同玉榮都攬住教練喺度喊。有幾個從意，第一，我人生第一次全馬拉松啦。第二就喺澳洲度，我收到消息就係香港特區政府頒咗個榮譽勳章俾我啦，即係肯定我喺過去咁多年嚟為殘疾朋友嘅工作，推動傷健共融嘅工作呢方面予以肯定啦。第三就係我能夠用呢個完成馬拉松嚟慶祝自己生日啦。第四咧就係我好感受到呢次馬拉松能夠完成咧，我有一個結論喺生命裏邊咧，雖然我13歲失明，但係我唔係孤單嘅，我係有朋友嘅，有人同我走條人生路嘅，即使我係一個殘障人士。喂呀，你咁慢㗎，你快啲啦！喂，我跟唔到你啊，你淨係顧住自己行，都唔等我嘅。其實兩個人跑步係好講合作性㗎，只要一個人唔理其他人，只係顧住自己嘅話，場比賽就好難繼續落去㗎啦。所以咧，我哋應該好似玉榮哥哥同埋 Ken 哥哥咁，互相扶持、互相合作。不如我哋就睇下玉榮哥哥同埋 Ken 哥哥係點樣合作啦。如果係自己跑嘅話咧，因為佢可能係睇得到啦，咁佢咧就自己係應該會係快過同埋拖住阿添去跑啦，當然。咁但係咧，佢就絕對唔會係放棄啦，係啦。咁就放棄咗啦，因為佢個職責或者佢嘅義工，或者係佢今次我哋猛龍隊嗰個個位置咧，其實就係佢係一個領跑員，所以咧佢絕對唔會係因為自己一時貪快，或者甚至乎可能希望想攞咗個好成績，而係放棄咗佢嗰個 partner 咯。人生就好似馬拉松一樣，你要一步一步咁樣堅持，先至可以去到終點。但係途中你會遇到唔少嘅困難同埋挫折。當你遇到呢啲困難嘅時候，你會選擇逃避，定係會選擇堅持到底呢？